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昨9点多第2批的雷暴机对乌北载231个咱台湾人返来台湾，其中有一个大人甲一个囡仔，亲像是有呼吸道的症头，互送去病院做检查。若其他人拢直接送去集中检疫所，要待14天。 航班机师伫飞机停好了后，用大武功比战。第2批雷暴机头车伫20暗9点半到通机场，这只班机载大人193个，囡仔33个，甲红影5个，拢总231个人。国军的化学兵上细体先去消毒，就连鞋仔嘛爱消毒。检疫人员伫包机到进前，都经换防护装备。班机证日维修起病了后，就开始展开防疫检查作业。 啊，毋过团出一个大人，甲一个囡仔，敢若出现呼吸道症状。落尾囡仔伫妈妈的陪同之下，三人分别坐2台救护车送去病院。啊，若其他乘客分别坐真济游览车离开通机场。我近21半暝1点，游览车才到新店检疫所。针对全台检疫所能量，指挥中心强调，目前数量阁有够，啊，毋过都未满，已经伫补件中。这样一下来，我们大概 很快就要满了哈，不过我们还是就是说非常的精密的计算，那在最有效的一个场域里面，那容纳尽量相同类的，我们把它容纳在同一个区域，那这样的一个互相交叉的可能性会减到最低。第2批乌北雷暴机20日暗时，佮有第2只会登来台湾，估计载230个人。 自救会到成个的民众拢已经返来台湾，目前全台检疫所会当是有2100人，海军的巡逻舰队就占超过700人，这2天雷暴机佮增加400多人，嘛可见国内检疫能量。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咱国内昨昏加2个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拢是对境外带病入来的。这2个拢是20多岁的留学生。目前咱台湾的确定病例计共422例。另外，针对军舰内底的群组感染，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内底有5个官兵捌发烧，捌去予军医看过，内底有3个人拢有验出武汉肺炎病毒的抗体，就代表讲这3个人拢捌去防卫着，即马已经好啊。所以这站即马军舰的疫情可能已经是第2波。 半石南发生群组感染，目前已经有24个人确诊。指挥中心将压住顶某有几个人的看诊记录，针对其中5个人抽血进行抗体检验，结果发现3个人的核酸检测是阴性，啊，毋过抗体却是阳性，代表讲因拢捌去互感染过。在舰上出现发烧的时间点来看，其实是落在3月21号到26号之间。如果以那个时间点当做他的发病日，那其实应该不是说，上船前就已经有感染哈。那我们还是认定他可能是在船上的这一段时间开始发病。 根据指挥中心的调查，搬石南治病的24个人当中，男性有22个，女性2个，年龄的中位数是27岁，有7个人是无症状，有症状的人上侪有咳嗽、皮肤芳臭、脑喉痛，啊，佮有食无检测的人有7个，而且佮有一部分的人出现头痛、发烧、落屎、规身躯亚癜等等的症状。有6名在4月15号到17号之间，有去就医。那就医的诊断大概都是所谓的过敏性鼻炎，然后嗅觉丧失。那本次群聚的事件已经进入了次波感染啊。那后续当然是会有处于这个潜伏期的个案会陆续发病。 针对指挥中心敢有专程接压军方船顶的任务，指挥官陈时中坦白讲是无，嘛明白指出，虽讲军方的防疫 SOP 做甲真好，啊，毋过春秋无够，才会出现中官毋知影下骹的状况。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连长非常的凶，他说大家不要在晚上要睡觉前到福利社不要乱买东西乱吃了。 如果吃坏肚子的话，礼拜天的休假我们就要我们那一排或那一班，就连带的，要进修。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吃坏肚子，没有人敢讲啊。那所以有一些管理可以很严格的这样来定。跟疫情在对抗的时候，这可能就要有一些比较柔性、弹性的做法。 陈时中表示，伫咧甲疫情对抗的时阵，还有一寡较弱软春秋的做法，才会当表现出真正的状况。目前国防部的防疫 SOP 对疫情来讲是大坑的一寡，后续检讨要安怎提高 SOP 的可行性，来达到防疫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
海军的敦睦舰队有24个人去防卫着，因倒来台湾落船了后，有4架去行打，分布伫咧国内10个县市。地方政府即阵嘛已经公告因去过倒位，有一寡店头接到通知了后，全赶紧收店做消毒。伫咧上班日，邮局所甲铁门放落来无营业，专门进行消毒。民众来看伊无开，受淡薄错一条。可以接受啦，对啊，因为为大家着想嘛。高雄小港区这间邮局变做疫情的期间第一个因为确诊者行踪转来停业的邮局。另外，治病官兵捌去过的所在，也有屏东国民运动中心健身房。屏东县长潘平安早起就来现场监督消毒。若是搬石南面顶有9个官兵大的所在，伫咧高雄真有名的景点差不多拢去一轮。除了第一波公布的汉神巨蛋百货、甲瑞丰夜市等等7个行踪的热点，第二波新增加14个地点，左营区5位，三明高山区有2位，还有盐田区真有名的火锅店等等，全部拢爱暂停营业来消毒。第二波的公布这14家，我们是下午2点开始，到今天晚上12点就请他们停止营业。那我们就是要做相关的清消，跟我们相关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监测。台南的新光3月、向运兴 KTV， 还有南方购物中心，全部拢接到通报，必须要停业，专门进行消毒。若是其中家己的确诊个案，佮捌坐火车去过台南，嘛互家己市甲台南市的卫生局全部拢真紧张。如果我们的市民在4月16号11点半到1点半，还有4月17号晚上7点到7点半，有在这2个地方用餐的民众，在这14天一定要做好健康自主管理。确诊官兵甲学生去过地点，小连续2天拢已经彻底消毒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呼吁捌去过即寡所在的民众，自今嘛开始嘴炎一定爱挂条条，上好爱挂14天。身体若有无爽快，就要赶紧通报去互医生看，这是上要紧的。记者综合报道。那下港伫北部的基隆、台北、新北、桃园，也有中部的台中，嘛拢有确定病例卡热。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因即马会透过定位，针对加这感染者伫同一个时间有伫咧同一个所在，有可能接触到的人，拢会发出简讯的警示。咱全台湾有超过20万人有收到。工作人员全副武装进行消毒，海军敦睦舰队有14人确诊武汉肺炎，其中3例出现伫台中，所以市府针对这个案去过所在大消毒。伫海线4大店街甲卖场也先暂停营业。确认他们的消毒工作落实以及完成，才可以复业。数控制个案有甲政府人员接触，所以卫生局对查疫调，这人员居家隔离，其他可接触者也要自主健康管理。在桃园市包含通灵成品，也有8个家乐福卖场，也拢进行大消毒。因为2名涉及桃园的士兵确诊，分别伫10日去通灵成品册店，甲17去8个家乐福卖场。除此以外，伫10日17期间，也有1名涉及运动的个案，去各地替代找朋友。早上有跟体大的邱炳坤校长，那么有初步做了这个活动史的这个确认，羽球馆、早餐店、理发店等等。市府已经甲相关单位联络，全面消毒，防止疫情再摊开。伫基隆甲双北市，目前各有1个官兵确诊。伫基隆个案是第17坐高铁为左营登去台北，暗时9点10分坐去基隆国光客运，9点50分落车行路登去，19确诊。左营返回北部的时候，全程都有佩戴口罩。该班的国光客运总共有37名的乘客，包含司机。民众坐客运进前爱先量体温、酒精消毒、搁挂吹暗。面房车伫出车甲倒来了后，拢会消毒，做好防疫。不过市府有关提醒，确实若是坐到这班客运的人，爱主动通报。确诊个案也去过双北市，其中有1名为着官兵是住伫新北市。大部分他都是留在家里，早餐店买了一个外带的早餐，时间非常的短，有到超商去领个钱，然后有到眼镜行去修个眼镜，他都有全程戴口罩。台北市受确诊的官兵为左营到台北，这台中运输拢有挂喙暗，只有到餐厅吃饭才摕落来。台北市府表示，各县市针对个案的公布内容并不同，而且也有华县市移动可能，建议中央应统一处理。指挥中心也根据个案捌停留15分钟以上的所在，列出30外个地点，对同齐时段伫同齐地点的民众也发送细胞简讯，初步估算有20万人收到。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感染的人大约有20万人，有人是认为讲我去过倒位，政府哪会知？感觉防监控。为了要防止病毒传开 ，Apple 甲 Google 这两间科技大厂，即马嘛做伙研发安怎用手机来追踪感染者的接触史。啊，毋过有人是认为讲有一好就有一歹，这款做法恐惊嘛有侵犯隐私的疑虑。俄罗斯新冠病毒的疫情拖了真紧。首都莫斯科等等几个所在已经限制民众出门，上班或者是有代志要出门的民众，都要线顶先申请出门的许可证，夹伫手机内底，再摕手机的条码互警察扫描了后，就会当搭大众运输工具。有人认为安尼较紧、较方便，毋过嘛有人烦恼讲，政府找到借口，要扩大监控民众的个资甲行踪，而且路人也有10几万的摄影机咧翕。Цензура в интернет-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задолго до пандемии, н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болезни, конечно, придало новый толчок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контроля за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и, передвижениями граждан. 现代科技会当帮助防疫。台湾用手机来定位，确定居家检疫隔离当中的人无乌白走。以色列批准国安局以反恐技术侵入手机的资料，追踪带源者的行踪甲接触史。中国甲南韩除了手机定位，还佫用信用卡消费资料，甲搭大众运输工具的记录来追踪，拢引起无共程度的隐私权争议。科技界两间头人的公司 Google 甲苹果真罕见做伙合作，研发用蓝牙技术创名追踪。未来的下平台直接伫 iPhone 甲安卓两个手机的系统内底安装，协助全球政府开发追踪接触史的应用程式。安尼做会比 GPS 的定位更较保护隐私，因为袂记录使用者的行踪甲路线。若是有人确诊，就会发通知，互伊密切接触过的亲戚朋友。相关的资料拢会加密码，而且是由政府单位，毋是私人企业来管理。目前，英国、德国、意大利拢伫咧研发即个类型的防疫追踪系统，即刻除了蓝牙以外，还佫配合使用者真侪地图应用程式来定位。There's no really conceivable world in which a voluntary guesstimation Bluetooth contact tracing app is going to be the ticket out of the lockdown situation. But there is a real risk that these kinds of surveillance systems will persist after this phase of the pandemic is over. 人权运动者警告，虽然疫情真严重，不过隐私权的让步也是有期限的，就要确保危机结束了后，政府袂当想空想胖，要继续用这个理由来监视民众，若无会有长期负面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今仔日第2摆讲到咱台湾，针对外界批评讲咱台湾捌讲过爱说二这个病毒会人喂人，结果 WHO 当作无看到。谭德赛今仔日是驳回讲，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根本毋是安尼。伊讲头一个通报这个疫情的是中国，咱台湾下去的批只有要求 WHO 说明病毒量。先几日讲，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日内话20第2摆面对台湾议题，毋过伊说是安尼讲 ：Taiwan didn't report any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is has to be clear. 谭德赛表示，外界批评 WHO 无重视台湾，去年底就讲病毒会人传人，根本无这件代志。伊强调，台湾甲其他国家或者是地区共款，但是要求说明疫情。WHO 收到第一份报告是中国发的，所有物件拢会当查证。The report first came from China. That's number one fact from Wuhan itself. Second, the email from Taiwan, like other entities, wa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Nothing else. 另外，今年因为疫情，世卫大会 WHO 有计5月18日用视讯开会，重点抗击疫情。毋过外交部20表示，虽然国际有支持声音，毋过今年台湾应邀参加的机会也是真少，难度嘛真悬。毋过咱个友邦而且拍拼真数到最后，全球目前已经有超过240万人感染，外近17万人死亡。上严重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破78万，4万外人死亡。疫情嘛影响经济，美国的基层原油计绍，因为疫情供应伤势。美东时间20日，头一摆盘55.9美金，落尾以每一桶负37.63美金收尾，是1983年以来上低。面向美国股市倒冲盘592点。记者综合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40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16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加2例，目前是422例。香港有1025例，日本甲南韩拢超过1万例。美国是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有78万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8万例，西班牙已经超过20万例，法国超过15万6千例，德国是超过14万6千例，英国超过12万例，伊朗已经超过8万例。对正月疫情在拖到呾，北韩的官方拢讲北韩无病例，也毋过最近是有消息讲，北韩的官员捌讲过，讲因伫3月底就发现确定病例。嘛有脱离北韩的医生讲，伫10多年前 SARS 期间，北韩就有几啊百人，那亲像是为着 SARS 治病死亡，只是北韩无承认嘛激点点。3月底的平壤街头，每一个人拢挂嘴安。中国爆发疫情了后，北韩伫1月份都将两国边界关起来，到达对外坚持零确诊。不过最近有北韩官员伫公开演讲的时，甲民众讲，早伫3月底都出现确诊的案例。南韩的外交团体指出，已经有人感染死亡。一个2012年脱北目前伫南韩担任研究员的北韩医生就讲，北韩唔捌承认有任何疫情。就算伫2003年 SARS 期间，有几落百人感染死亡，官方嘛无愿意证实。 그렇죠. 뭐 상황은 다 비슷하죠. 그래서 뭐 여기저기서 감기처럼 왔다가 사망하는 사람들이 좀 이전에 다른 감기나 독감에 비해서는 사망자가 좀 많았는데 그거를 누가 감히 뭐 쏴서라고 진단은 못 내리죠. 一个脱北医生讲，北韩的医疗服务早伫1990年代伫欠粮食甲经济危机中就放弃。这几年来，金正恩虽然促进医疗现代化，不过大部分是统治阶级受惠。那是疫情不管，即卖体系根本无得应付民间的需求。 북한에서 하는 그 모든 이게 방역 대응이라는 거는요, 그냥 그 시스템은 있습니다. 그런데 비교하게 되면 그 권총이라는 거는 총알을 쏴 보내기 위해서 있는 거잖아요. 一个医生表示，北韩零确诊根本是白测。2009年，北韩对外承认有9个人因为流感死亡，是要寻求斗3天。目前传出北韩3月底都病例，恐惊是一个警讯。记者综合报道。 再加详情，咱做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敦睦南队集体烧话，疫情指挥中心是判断讲，这波疫情应该是船顶的第2波啊。清早发现讲，这24个去互围着的官兵落船了后，因有去过10个县市行打，而且有人伫船顶就发烧，去互军医看，结果拢无讲，连国防部长拢唔知，所以即马要调查，嘛要追查责任。来看自由时报，买水暗爱徛名3点控新制度，明仔载开始。 民众会使摕健保卡，直接去4大便利商店，会当注文水暗纳钱，时间到才去摕。所以即马除了洗药房，还佫伫咧网络注文，还佫加一个买水暗的所在啊。来看《苹果日报》，受疫情影响，政府的纾困计划内底，劳动部有针对家己做小生意的业者，也是无固定头家劳工，提供3万块的生活补贴。昨昏开始申请，若是有申请成功，上紧伫1礼拜5，钱就会拨入去口座。 继续来关心海军的军舰发生军事感染，军方敢有暗砍疫情？国防部军医局提供予立委的资料是显示讲，搬石南即摆去别流，船顶有377个官兵。一开始国防部讲有70个人去互医生看，其中有5个人发烧。不过昨昏半暝半，国防部佫发出新的新闻稿，改变讲法啦。因讲其实有148人去互医生看，看诊226摆。 船舱内底有诊疗室、手术室、负压隔离病房，而且嘛有亚战医疗能力的搬石南，所变做海军发生武汉肺炎军事感染的所在。军方敢有暗砍疫情，调野嘛拢伫骂。20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根据国防部军医局的资料指出，搬石南来回别流南顶的377个官兵，有70人捌向南顶的医官求诊71届，而且其中有5个人捌发烧。 377个人里面有70个人看诊了71次，其中有5个人发烧。就在我们问部长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一切安好这样子。这个到底是在干嘛啊？因为这个资讯呢，是我从礼拜5回来看的第一次听到讲的资讯。是否说有人员有这种所谓的
疑似染疫的讯息，我们是没有收到。巴州内有1/5的官兵伫咧巡点纠正，军方高层想办法讲，一点的回应，互调也无法度接受。而且原本海军对外公布，敦睦舰队4月15离开军舰，毋过台南市卫生局查到4月14就有确诊的官兵拄高雄落船去超商买物件。消息传出来，海军阁解讲，这是确实有一批休假班的官兵已经家己先落船。14号，我们在当日完成相关的这些的当日的行程之后，我们确实有实施相关的人员放假，这些是以非轮值的人员实施当日的放假班。外界传讲靠环隔离期间有包厢去咧南顶，海军回应讲，确实有引水人就船，已经居家自主管理。若是包厢有起来困难，海军希望前的民众提供较准的资讯，才会当对疫情调查有帮助。国防部处长张铁平表示，国防部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若是疫情调查完成了后，若是还佫有疑虑，会当对高危险群的民众甲军人进行体检，来降低大家操烦。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新北市是模拟新北市发生大规模的疫情爱封城，市长侯友宜甲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张尚顺教授拢有去参加，嘛拢有去看演练。新北市超前准备，各局处总动员进行第3阶段兵棋推演。市长侯友宜、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调集人张善存等人拢亲身出席。会长佮邦桥等地区的区公所视讯连线，若是爆发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会配合中央政策扩大管制。除了有核准外出采买民生用品的民众，其他人拢必须踮伫厝里，基本21天。当整个城市扩大封锁的过程当中，我们演了21天，其实这只不过一个最基本数啊，因为我们以14天为一个封锁，如果疫情没有办法快速的舒缓，那当然封锁就不会只有14天，搞不好1个月。那随着疫情而来做弹性的调整。嘛，因为大台北新外款牵涉到台北、基隆、桃园，也有宜兰等附近的县市，侯友宜已经拜访相关的县市首长，会以区域联防，也有相互支援，嘛会请中央统一指挥。不过，若是只有新北市疫情清悬，伊会思考单独方式来应应。如果我们2个疫情都很高，那当然一定要并肩作战。如果单一个新北市一个区是一个城市，那单一新北市就可以单独来做，那要看整体北基桃宜的疫情来做判断。今天有派人去参加，如果是大规模社区感染，必须要连中央机关一起考虑，所以我们会跟中央一起讨论在台北市相关桌上推演的相关的内容跟脚本，所以这个部分消防局正在跟中央讨论中。对新北市的兵棋推演，台北市敢是嘛要对你做？副市长黄少香指出，若是双北要合作，拢有合作平台。不过因为中央机关拢伫台北市，无可能家己封城演练。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锋面晚近要变天哦。若食方面呢，北部、东半部会落雨，过到了后，中部的山区嘛会落雨。其他所在伫今仔日是多云。来听气象局最新的说明。台湾附近的东北风就会逐渐增强，礼拜3到礼拜5，伴随着华南云区的东移，所以全台都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发生。接下来有几点要提醒大家。从礼拜2开始，其实北部地区随着东北风增强，就会开始下雨。那南部地区的话，可能还是会有高温的情形发生，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那礼拜3到礼拜5，伴随着华南雨区东移，各地都有可能会下雨，尤其是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雨势都会比较明显。今日受东北季风增强加锋面瓦近的影响，会变寒。北部的温度是20度到26度，东半部是22度到28度，若中南部是21度到32度。要提醒乡亲，拜4、拜5是这波东北季风上强的时阵，温度会阁降低，雨嘛变较粗。若拜5，北部的温度只剩14度到15度尔。即阵全世界受疫情影响，经济成长拢冻点。也毋过，咱国内的主计总处处长伫立法院表示讲，咱政府有提出各种的纾困方案，说国内咱今年 GDP 要保掉1，应该是无问题。
疫情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真正国内外真侪间研究机构拢来调降台湾的 GDP。国际货币基金 IMF 阁预测台湾的 GDP 会衰退到-4%，引起各界关心。啊，毋过主计总处主计长朱德明表示，伫咧各项纾困方案的斗相共，国内今年的 GDP 保伊应该无问题。会不会负成长？如果我们没有采任何措施，如果疫情发展是9个月的话，我们 GDP 大概只有0.4到0.9之间。但是政府采行的目前的各项措施，会使 GDP 成长0.9个百分点，预估经济成长是在1.3到1.8之间。就算主计总处认为今年的 GDP 保伊无问题，啊，毋过伫咧疫情的冲击之下，劳动部证实到4月17日下晡5点，台湾实施无薪假的公司已经达到636间，总共15634个人。甲4月10日588件，影响劳工14821个人，一天就增加48件，加813人。劳动部坦白讲，无薪假一定有无算到的所在，欧洲可能造成的冲击更较爱注意。啊，若是用行嘛指出，即届疫情表现出全世界供应链收过头外靠中国，所以疫情过了后，可能会产生一定规模的反全球化的现象。肺炎疫情后加重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抑制了全球经济成长的力道。台湾的贸易情势虽佳，但是肺炎疫情已经造成全球需求的紧缩。未来可能使我们的出口会走缓。虽望最近全球的经济活动降低，啊，毋过伫咧新兴科技应用甲远距离相机的需求增加，啊，佮有中国生产线小连续复工之下，国内3月份的外销订单金额是402.6亿美金，年增加4.3%，比预期较好。第一贡献是主要来自电子产品，第二大贡献是资讯通信产品哈，这个分别增加23.8%跟6.9%。啊，毋过用行嘛提醒，疫情的发展也佫有真大的无确定性，会影响全世界经济成长的力头，短期以来可能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避免佫出现大家相争买卫生纸、买泡面、买生活用品这款情形，行政院是专工去清点咱国内的物资的库存量，发现讲即马数量是拢有够额，而且生产嘛是真稳定，爱乡亲毋免烦恼。今年3月中，全台各大卖场出现抢买物件。卖场的货架啊，为泡面到罐头全被扫了，同时卡证数破百例，加上网络谣言，引起民众的惊吓心理，开始抢买米、泡面、卫生纸等物资。为了无要互非理性抢买物件搁发生，行政院盘点国内民生物资，农会再次表示，就米存量充足，绝对有够民众食到后年。现在从4月底开始。现在的一期做正在采收，那采收完了以后，包括民间的储粮，大概有120万公吨，所以 totally 加起来是大概210万公吨。那大概我想我们可以支撑到21个月左右。引起民众抢买泡面、卫生纸等民生物资，经济部也出面说明，强调泡面逐个月当生产400万箱，会当满足市场的需求。至于卫生纸4大厂，逐工生产8万箱，原料纸浆批货充足，未有断货规矩。纸浆的一个这个库存可以到6月底，有的厂商也准备到8月底。我想这个可以远远的供应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一个卫生纸的生产。另外，医疗防疫物资方面，强调催暗闪灵甲销量已经平衡，也毋过大占需求量大，有源需要进口。至于防护衫、隔离衫、无证存量无问题。口罩从2月6号开始到4月18号，其实全部的销售量是3亿将近4000多万片。额温枪呢，国内自己生产的量呢，大概有18000只，就是日产量。国内确实是还是需要，所以我们目前进口到现在已经有13万只。另外，肉片、青菜、水果、沙拉油等民生物资，行政院表示，至少拢有6个月存量，继续也真稳定。另外，企业纾困减免方案，经济部长沈荣津强调，申请条件主要是逐个月应收西提5成的业者，若讲情况特殊，会专案处理。我们跟产业工会要来谈，那谈出来有了共识以后，我们来做专案的认定，具体的就是可能就是公积金这一类的。经济部强调，企业纾困包括薪水甲营运资金补贴，伫4月到6月间受疫情影响，会当补贴企业员工薪水4成，逐个月薪水上限2万。另外，水电加速减免，以营业额减少15%至50%，营业用户会当减免10%至30%不等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拉丁美洲的疫情。拉丁美洲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其中巴西占1/3。严格面对疫情，中央甲地方的做法无同。地方首长实施封城令，不过巴西的总统是认为讲，应该让健康的少年家出门去食头路，过正常的生活。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街仔路顶悬，有真侪骑奥多摆甲开车的民众一直咧饲喇叭，一方面抗议地方政府限制民众出外去做工课，一方面支持总统波索纳罗重新启动经济活动。Pessoas acima de 60 anos devem ficar em casa. Abaixo, que não tem problema nenhum, vamos trabalhar, pessoal, tem que movimentar. 巴西是拉丁美洲目前确诊人数上侪的国家，超过38000人，包括圣保罗、里约等等的地方政府，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实施类似其他各国的禁令，禁止非必要的商业甲公开的活动。这措施嘛得到巴西最高法院的裁定同意。针对这点，总统波索纳罗甲支持者选择行去街仔路。Ação pelo Brasil! O que tinha de velho ficou para trás. Nós temos um novo Brasil pela frente. 确诊人数第2悬的秘鲁，嘛有抗议的场面，主角是首都利马部分的医护人员，因伫咧第一线防止疫情来探开，不过因讲真久拢无领到薪水啊。Nosotros nos volvemos población vulnerable. No podemos afrontar ahorita ya sin estos sueldos la pandemia. 除了医护人员，原住民的社区嘛发起抗议的活动，因为政府公布的相关信息，大部分拢是透过广播、网络、电视，住伫咧深山部落内底的原住民，因感觉有受到歧视。Señor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me dirijo a usted para pedirle que piensen en nuestros estudiantes de las comunidades nativas, ya que en las comunidades nativas no tienen internet, no tienen algunas comunidades radio, no tienen televisor. 为着要阻挡疫情，秘鲁为3月15开始甲边境关起来，而且要求民众爱自主居家隔离15天。不过因为确诊的人数超过15000人，原本定伫咧3月底期满的管制措施，延后到4月26。记者综合报道。那加拿大是发生长照中心，那亲像是欠骹手，造成31个士大不幸死亡。警方调查发现，讲内底护理人员烦恼会去为着武汉肺炎歪做啊，全逃走。另外，美国纽约嘛有2间长照中心，那亲像是发生群聚感染，造成内底有80个人死亡。贾奎斯一家伙仔徛伫魁北克这间要摕到业界楷模的赫伦长照机构外口，想办法要甲院内的母亲通电话。魁北克法医办公室甲警方当对赫伦展开调查。地方媒体17报道，赫伦有31人死亡，而且院内护理人员因为惊去为着被刷走了，住伫内底130名中者只有2位护理师照顾。目前已经知影至少5个人死伫新冠病毒，其中1位家属戴维斯是伫这个月初被接到86岁父亲着病死亡的消息。If they had said that they were short-staffed, why couldn't they have put the phone by his head so that we could my sister and I could each see him before he passed? 赫伦即马被地方警方官员接管，发现伫管理上严重疏失，院内中者脱水，几啊天无食饭，大小便无人清理，虚弱下床，也有人无洗哩搬落来，甚至有2个人病死几啊天拢无被发现。加拿大媒体报道，这间机构负责人早已经因为病毒洗钱甲走势被定罪，后目前因为疫情无法度探病的家属非常受气。加拿大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有超过一半是伫魁北克，其中大约有60%是发生伫养老院还是长照机构内。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甲红桥区，各有一间长照机构出现疑似感染新冠病毒不治死亡的大批病人，其中布鲁克林这间长照机构已经累积数十人死亡，成为纽约市上侪疑似死亡病例的长照机构。根据外电报道，虽然纽约州的疫情看起来亲像落落来，不过官方唔敢代志。全美国长照机构内一共超过8000人为着新冠病毒死亡，其中超过1/3伫纽约州。如何阻止疫情拓开，尤其保护较危险的老大人？犹原是严重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伫泰国，真侪泰国人趁顶礼拜金仔继续创下7年来新高，是摕黄金去换现金，因为受疫情影响，经济困难，手头无钱，日子讲要过袂落去啊。
万国嘅中国城真侪人排甲路长，警方嘛出动以示秩序，因是抢买翠案，是要趁黄金嘅介绍监管时阵，卖金马换现金，要渡过疫情造成嘅经济难关。ว่า1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โควิดคือตลาดปิดเราขายของไม่ได้แล้วคือเสื้อผ้าจมไหนจะลูกน้องเราก็ทิ้งเขา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ตัดสินใจเอามาขายดีกว่าก็คือได้เอาทองมาขา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ม่ได้ตลาดนัดปิดทำการปกติจะค้าขายตลาดนัดพอดีช่วงนี้ไม่ได้ขายก็เลยต้องนำทองมาขายครับเพื่อนำเงินไปเลี้ยงครอบครัวครับผม泰国政府为着防止疫情拓开，进行半封城措施，包括实施宵禁、关商场甲酒吧、停飞航班，要求民众减少社交活动，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泰国央行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会减少5.3%，是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上海一年，失去收入民众真正决定卖黄金。ถ้าดูจากข้างหลังผมเนี่ยก็จะเห็นว่าแทบจะทั้งเคาน์เตอร์เนี่ยเป็นลูกค้าที่เอาทองรูปพรรณออกมาขายกันแล้วก็เป็นจำนวนที่ไม่น้อยนะครับก็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ภาพ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สภาพเศรษฐกิจที่อาจจะมีการปรับตัวลดลงแล้วคนก็เป็นห่วง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จะสำรองเรื่องเงินสดเก็บเอาไว้ครับ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เป็นภาพที่ไม่ค่อยได้เห็นนะครับที่ทั้งหมดนี้จะไม่มีเรื่องของทองคำแท่งพระอยู่黄金的介绍4月中破每盎司1700美金，创7年新高。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放缓，投资人转向黄金闪风险，和黄金的介绍变悬。暗过真济泰国民众卖黄金，嘛造成当地金仔店欠现金。泰国总理帕拉育嘛出面呼吁民众，逐摆少量卖黄金甲珠宝，卖一摆卖金丝。泰国政府嘛对此研究对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加拿大发生最近30天来上界严重的枪杀案，计共有16个人死亡，凶手落尾是互警察开枪弹死。已经死亡的51岁凶手盖贝尔沃特曼，最后是伫这间餐厅附近互警方射杀。I hear the shots and I look out. There's a guy running back and forth up beside the what looks to be a police vehicle. 凶手沃特曼是伫加拿大东部诺瓦斯科西亚省中部村庄波塔皮克一间名体开枪，真侪人的尸体倒伫咧厝内甲厝外，附近几栋厝也放火。另外，伫其他所在也发现尸体，有一位女警海蒂殉职，留下红婿甲一对囝儿。He appears to have been wearing, if not all, then a portion of a police uniform. We believe that he was driving a mock-up or a vehicle that was made to look like an RCMP police cruiser. We have lost Constable Heidi Stevenson, 23-year veteran of the force. Heidi answered the call of duty and lost her life while protecting those she served. 根据网络资料，沃特曼是一位气科技师，伫达特茅斯开业。警方认为，伊犯案动机一开始是有特定对象，但后尾也变做随机作案。加拿大枪击管理比美国较严格，枪击案较罕见。顶一遍有遮尔大规模的枪击是1989年12月，迄当阵伫咧蒙特罗有15位女性被射杀身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海军巡逻舰队，计共即马有24个人去访过着，其中伫屏东有一个较近的阿兵哥，捌甲一个乌吉桑因为车祸去冤家，双方冤家时嘛有叫警察，所以即马这乌吉桑甲警察拢是接触者，拢爱防隔离14天。今天第几次消毒啊？如果今天我觉得应该算3次了。消毒人员来去去，当地分驻所每一个所在拢爱消毒，因为根据屏东县卫生局意调结果，发现有一个巡逻舰队较进官兵，昨日因为甲老大人发生行车纠纷，不敌才出现。当下两造双方都是戴着口罩。那到了派出所，我们的员警也都是戴着口罩。那其中有一个员警，他是从外部回来，那有把口罩卸下，他就被我们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较进官兵甲老大人伫分驻所经过警察协调，并且军警，因为天气伤热，将翠安摕来警察叫屏东卫生局来做居家隔离14天。这一位员警呢，现在是一个人住在家里做居家的隔离，那没有其他的同住家属。那目前他的健康状况也非常良好。海军的巡逻舰队已经有24个人确诊，其中4个人捌伫屏东县活动，将捌到行动路线拢总有9个。目前已经有29个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另外40个人来做健康关怀对象。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这波群组感染，咱国内有专家是认为讲，船顶有可能是已经出现几若波感染啊，甚至无排除伫坐船进前就有无镜头的感染者伫内底，病毒才会伫咧目睭就无通风的船顶弹开。国内头一摆出现军男官兵群组感染的案件，即阵已经有24个人确诊致病。有专家认为，即只军男离开别流的时间是伫咧3月中，准讲依照潜伏期差不多5天来算，船顶可能已经出现几若批感染啊，甚至无排除有人伫咧登船进前就已经得病，去咧船顶了后，病毒才伫咧无通风的所在弹开。大概5天就要传到下一个人去了，然后再5天再传到下一个人去，因为他在海上就差不多1个月嘛，所以他光在海上这段时间，他可能就可以最多传6波。专家表示，军舰内底的环境和游轮同款，拢是共一组冷气系统，加上船舱内底上百个人拢用同款的便所、餐厅，准讲有一个人确诊，就真容易爆发群组感染。就跟游轮一样啊，船上通常只有1、2个厕所，1、2个卫浴设备，大家都要去共用。餐桌也是轮班吃饭，一班跟一班之间可能也不会马上消毒，然后船舱很小，所以大家都日夜都想接触。专家建议，若要找出感染源，除了会使针对3只军舰顶头744个军人做病毒核酸的检测，同一个时阵也爱做血清检，安尼就会使知影抑个偌济人是阳性，而且也会使掌握已经恢复而且身上带有抗体的人。另外，专家也建议政府爱定期针对高风险的行业，亲像医护人员、军人、航空业，抑个有防疫车队来做抽检病毒抑个有抗体的工作，才会使了解社区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还有海军的军舰去别流的时，拢无挂喙安。外交部即马是表示讲，包括别流的大使、外交人员这2日嘛拢爱做采检。那咱总统蔡英文即马是要求国军爱检讨，嘛赶紧召开国安高层会议，甲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开会，要了解代志的真相。海军敦睦舰队为着病，虽然感染源也不明，不过因为舰队停靠友邦别流时，官兵参加活动并无挂喙安。咱自别流大使馆甲别流官员搁较专程接待，也有可能为着风险。立委召集外交部感谢反应较慢，并无要求使馆先自主健康管理。外交部表示，目前使馆人员状况良好，22日将进行检测。大使现在还好吗？我们所有的管团同仁都非常好。今天或明天会做检测，第一批都做检测。为什么到今天到明天这新闻都已经烧了好几天，全台湾人心惶惶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慢？因为今天是礼拜一，所以礼拜天休息。对，那他们有没有自主健康管理？有没有怎么样？不知道。好。外交部表示，咱国新冠病院4月初9协助别流检疫检测能力，大约有1000左右的检测能力，目前采检的30位高规人员拢是阴性。另外，蔡适应建议外交部主动协调卫福部甲新冠病院主动派遣医疗团加强体检，若讲连确诊都会当厘清。另外，参谋总长黄曙光15主持舰队结婚典礼，16到总统官舍参加例行会议，感受风险。总统府表示，会议专程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当然，我们都是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检视啦，所以当然总统也有专业医疗团队会随时注意他的健康状况。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再加强对他的关注。即摆军舰出现着病状况，总统蔡英文对此表示遗憾，并且伫面册发布3点指示，要求彻底检讨国军防疫作为，并且爱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坦白对台。总统蔡英文也伫20日紧急召开国安会议，了解代志真相。国防部长严德发、参谋总长王曙光、甲外交部长高昭实拢有参与。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搬石南的确定病例捌坐过高铁甲台铁，这2个单位即马除了消毒，高铁嘛按算讲要甲确定病例捌坐过迄班车的椅子啊来换新。前客人员将旧的椅套摇起来，直接换新的。海军确诊官兵捌坐高铁，高铁伫接到指挥中心通知了后，将伫确诊个案坐列车暂停服务，送基地以机械喷雾消毒，车厢所空气滤网，甲椅套拢换掉。伫礼拜日完成所有车站甲专车队消毒。这公司有特别寄给予全体同仁的信件，那信件里面就有讲到说，就是如果公司员工有接到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简讯的话，要立即通报主管，并进行自主健康管理14天。高铁公司发出声明稿，疫情爆发以来，到过规家防疫，会继续加强消毒。高铁顶礼拜5才对外发出信息，受疫情影响，3月运量比去年同期减少差不多40%。5月会有第2波减磅，大体部分也伫接到指挥中心通知了后，就要对确诊的人进出的小车站加强消毒。所坐列车也有外包清洁公司人员穿防护衫，将车厢椅、摊道、行李架拢消毒。像新左营。台北、潮州这些，我们都已经有在加强消毒。到站的时候，有做一个在深层的做一个消毒。台铁也宣布，即马开始会用自动机具来切电扶梯的扶手，站区也加入蒸汽消毒，提悬规家，希望会用阻隔病毒。记者综合报道。海军阿兵哥才会确定病例捌去过的店，经过通报了后，这2天拢袂使做生理，爱做消毒。若这店头的员工咧，伫台南就某一间百货公司要求因的员工用家己的假去休困。劳工局是表示讲，休困休假的原因只要是劳资双方讲好就好，啊，毋过若是劳工无同意，会使去劳工局申诉。被列入高雄市第2波确诊案例活动地点老四川麻辣火锅店，一早就进行全面消毒。规间店是空，公司有员工直接休困。为了慎重，也有强制要求外场员工爱休困14天，做好健康自主管理。这14天，公司也是有付薪水，让员工能安心休困。不过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封管休困的也有高雄汉神巨蛋百货，19暗时提早休困，加工继续暂停营业消毒。只是无上班的员工，都要用家己的假咯。整日没有来的员工我们就会请他们排定特休假。当然，他有出勤，比如说要来监督消毒的工作，或者来收拾商品，相关的工作的作业人员呢，全部公司还是比照上班来做一个处理。被要求防疫停业的百货业者，大部分予员工家己选择特休或者是补休。不过，伫台南有一间百货公司员工伫网络欺骗公司停业，所爱因调整班表认为无合理，寻求申诉管道。高雄市劳工局表示，防疫非常时期，休假并无明文规定，前提是爱劳资双方拢同意。有些商家是给予公假，那有些商家是经过劳雇双方的协商，以市价的方式办理。那只要是经过劳雇双方协商的方式，我们都会予以尊重。劳工局表示，劳务任何一名对办假有意见，都应申诉。目前高雄市拢无接到相关的申诉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咱中华职棒即马是全世界头一个开始比赛的职棒。中华职棒伫昨昏有开视讯会议，是决定讲，若是球团内底有任何一个成员去挖着武汉肺炎，安尼就要随停止比赛。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华职棒第2届延期，落尾伫咧4月11用无观众的方式来比赛，嘛正做全球第1个开始比赛的职棒，引起国际的关心。不过相关防疫的作为，敢有必要搁再加强，嘛引发大家的讨论。中职召开视讯会议，做出决议。教练、球员、队职员、工作人员，还有联盟的工作人员、媒体记者。转播单位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被发现确诊，所有的比赛立即停赛。中职强调会采用上严格的标准，停赛了后会由中央做疫情调查来考虑结果，评估恢复比赛的时间。也若海军屯幕舰队有确诊的官兵，捌伫16去富邦义军宿舍的所在，甲意大商店街踅街，中职指出球团已经有主动汇报。他们其实住的地方其实是不同栋，而且有一段距离然后主要是他们有很少数的同仁有去用餐，那几位军人是有同一个场所但是时间上他们还要去了解，要求他们已经做自主健康管理。球团指出，迄天有5个球员去意大利商店街，已经安排自主健康管理。也若5日连假伫要到，各球团嘛会加强健康管理，减少休假。无住伫球队宿舍的人，嘛会要求爱用自主健康管理的模式。出去外口爱挂喙罨，禁止搭大众运输工具。也若外界关心的中职海外转播权，目前各球团拢有共识，
希望国际英文版会当统一由一个单位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息，世界嘛真有情。这波疫情上界辛苦的就是医护人员。美国的歌星 Lady Gaga 即马是发起慈善网络音乐会，一方面要替全世界医护人员加油加鼓励，说多谢；另外嘛要呼吁袂使出门的人，爱踮伫厝内守规矩，唔通拍拍照。Let this be your prayer. 美国流行音乐歌手鲁辛卡卡用法语上写的西林迪翁甲意大利时装写作家普切利，真难得斗阵合唱，还佫配合中国钢琴家郎朗的伴奏，因讲是古典甲现代空前合体。啊，不过详细一看，四人的背景拢无同，原来是一场透过网络连线音乐会，主要目的之一是向全球徛伫第一线对抗武汉肺炎的医护人员致敬。It is a love letter to our doctors, a love letter to our nurses and oth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who are risking their own lives for the sake of ours. 35年前，为非洲药剂制作的《We Are the World》四海一家专辑，搁真麻烦，将大牌艺人请到同一间录音室，即马就无遮尔麻烦。当时为呼吁大家遵守防疫规范，减少外出，艺人也做模范，伫家己厝内底演奏或者是演唱，透过现代网络科技，伫戏剧空间内底完成这场2点钟的音乐会。除了歌手搬出家己的歌曲，也有名人物透过家己翕的影片，向辛苦医护人员致敬。We know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risking everything to keep us all safe. We want to join with all of you to say a huge thank you to them. Our thanks goes to all of the healthcare workers all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working so hard, leaving their families to go to work to protect us and our children.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这场线上音乐会也伫美国得到 ABC、NBC 甲 CBS 的响应，三大电视网联合转播的成绩，事后估算总共差不多1亿4600万人收看，募款有1亿2800万美金，相当新台票38亿4000万，会全部用来支援医护人员采买所需要的喙安防护衫、服务行者的装备。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去年发生史上上界严重的森林大火，造成11只动物死亡。有诶较好运活落来，一寡动物即马有诶伫咧南澳洲的一座农场内底。即家伙仔救助大火内底受伤的动物，甲因照顾恢复健康了后，协助因转去大自然。啊，有诶呢是留落来家己饲。工作人员甲草堆仔变好开，轻轻甲一只古水阁无干的尖油冒起来，伊号做艾索。伊去年12月份去互火烧着，昏死的饲甲骹鸟拢烧甲扬起。迄当阵真虚弱，倒伫咧一间厝头前。爸父接到通报，赶紧甲伊带去南澳洲的明顿农场动物救援中心照顾。明顿农场是爸父甲因翁婿伫咧1990年代创立的，提供动物免费的救援服务。去年澳洲发生森林大火，看到真侪动物伫咧即个火海内底，爸父一家伙仔是赶紧去甲因救援。It's a very slow progress with them. When they're ready to move on to the next step, you do it, and if they don't cope with it, you go back a step and bring them back into the hospital. 救援的工作是真无简单，各种动物复原甲适应的情形无同，都爱耐心配合。物资嘛是一个大问题。大火发生了后，爸父的查某囝琼斯上网呼吁民众会当捐医疗用品，得到真大的回响。We originally had said we've got one car going over and we want to take a carload, and so 18 pallets later, we had SA Health come on board. 有民众甲政府的协助，明顿农场的救援工作嘛变甲较顺利。因救倒转来的动物有尖油、地齿、肉叶、无尾熊、甲款尾地条等等，互因重新搁转去大自然，或者是去野生动物园生活。不止个动物复原了后，搁拄到食食的问题，因为大火甲食的物件拢烧了了，所以伊嘛无捐红菜头甲番薯等等的物资。I think that if anyone's going to these places for a holiday, if they can help out in any way, then they should. 明顿农场目前已经救超过12500只的动物，农场内底还阁有300只的动物。伫咧经过澳洲历史上上严重的大火了后，这300只动物目前已经伫咧明顿安定落来，而且甲遮当作因新的厝。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锋面瓦近要变天哦。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会落雨，要提前乡亲拜四、拜五是这波东北季风上强的时阵，温度会阁下降，而且雨嘛变较粗。即摆咱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到27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今日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